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1154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92个，死亡个案有60人。这死亡个案是49天以来上界低数字。另外，这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是30多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史，也无注疫苗，不过发病9天了后就来过世啦。新冠本土疫情12礼拜二新增加31152个本土病例，全台湾敢若新北市、台中市病例数超过4000多例，中重症有92例，是今年5月28了后头一遍100例以下，死亡有60例，也创下49天以来的新低。大概是比上礼拜二降了13.3% 哦。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有整体的趋势，还是有在趋缓。死亡个案当中，上少年的是一个30多岁男性，无慢性病史，也无注过疫苗。6月30因为腹肚疼正窜送急诊 ，PCR 阳性确诊，检查发现伊的心脏肝脏真侪器官无正常，而且胸心跳停止。经过抢救了后，也是伫7月初9不幸死亡。虽然说他没有已知的慢性病史，不过在医院当中的检查是可能认为说可能还是有潜在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史哦，只是说过去并没有检查出来。另外 ，AZ 药厂进前宣布成功研发全球头一款新冠预防性注射药物，讲会当降低感染风险达到8成，对于 BA.4、BA.5 完有保护效果，而且已经得到英国、美国甲欧盟真侪国家的授权，是中和抗体渐济，甲即马新冠疫苗病毒都无共。会当优先用伫预防免疫功能较差的人。对哪些人可以使用这个药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免疫缺损的人或者是你在服用抗免疫制剂的人你打了疫苗以后，你的抗体还是出不来，那你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回应表示，台湾相关族群已经开始做对家社，若是有需要，会过向 AZ 定位。若是预定2月开始做的幼儿莫德纳疫苗，提醒父母注意。专家建议6个月至5岁的幼儿疫苗爱做2剂，辉瑞4岁以下 BNT 疫苗爱做3剂。辉瑞幼儿疫苗到货时间目前也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征调卫福部长陈时中要来选台北市长，面对政人的质疑讲这陈时中是落跑部长。陈时中也讲这政务官是自由业，引起政人批评。不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强调，这政务官是责任制，必须爱负责任。也来讲到新北市长侯友宜，敢会来拼连任呢？这回也要回应讲，会配合党中央的规划。今天大家都来，最主要是因为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主持部庆。最后一届以部长身份主持部庆，卫福部长陈时中加前副总统陈建仁做伙出席颁奖典礼。大家2个人有讲有笑，陈时中也头一届讲，伊当伫做毕业的准备。面对在野党质疑是落跑的部长，陈时中反驳讲，伊家己是政务官，是自由业，引起政人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哲直接讲，和气甲无想要讲话。怎么说呢？那我只能说，请柯市长息怒吧。哈，事实上是在做毕业的准备嘛。自由业也不是不负，就是可以随便自由。政务官其实很不自由，因为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民进党双北人选公布，台北市陈时中、新北林佳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早前往基隆，甲拿赢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话讲要甲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侯友宜同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双北基隆桃园连线合作拍选战，外界解套拿赢会确定提名侯友宜并连任。至于有关党的相关的规划，我都会配合。林佳龙加油！加油！蔡总统他有特别说服我的3点。第一点，我的民调最高；第二点，我最能够团结党内；第3点，我最能够打赢对手。林佳龙强调，战场伫倒，人就伫倒。不过头一场伫板桥参加活动致辞的时阵，却无细字讲，台北市需要的是一个会当看冷血治理的市长，讲唔对也变做意外讨论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年底选举呢，即马要开始拼咯。新竹市长3位候选人，也就是林敬仁、沈惠虹，也有高虹安，拢讲家己有信心会当用家己的政策得到选民的支持。那讲到台中市长的选战，人口快速增加的南屯分山里，是要来设一个新的国中，也是来设一个分校呢？市长罗秀燕早起是用市长的身份国旗，爱设一间新的，不过对手蔡其昌认为爱先设一个分校。再来向中央争取。这是我看过他拍的最好看的一张，因为看不到他的眼睛。受邀为蔡其昌推荐新册总统蔡英文也希望伊伫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有好成绩。虽然目前伊的民调落后，现任市长罗秀燕也毋过蔡其昌有信心会录起来。民调就是高高低低嘛，稳健就好了。民众的关注度会从疫情回到选情，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努力冲刺，那期待黄金交叉的出现。另外，台中南屯文山区人口增加快速，有新增国中需求，也毋过即马有定地无达到国中设校面积补助基准。蔡其昌建议先设分校，搁向中央争取，也毋过罗秀燕无共看法。在以市长身份决定直接独立设校，请求中央那就是同意我们就是以专责的学校来设立，并且给予补助，会再继续寻求中央以及立法委员的支持跟协助。新竹市长选战部分，高虹安确定代表民众党参选第2天就到香山复选议员选举。民进党的前副市长沈惠虹也甲多位议员参选人参加活动，共同造势。国民党6个议员的林敬仁也甲党籍议员参选人翕选举相片，3个人拢开始家母带家囝。即马3家都的局面也互各界关注未来敢是出现气泡效应。新竹市民自主性非常的高，不会被随便就被操弄。我会持续加油，争取市民认同。分不分票以及大家的竞争的起伏，选择的人是新竹市民，我要得到的也是新竹市民对我的肯定。新竹市的选民应该都还算比较程度比较高啦，就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想，如果是要有人要刻意去操作所谓的弃保，我想选民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操作。3个人拢有信心被防弃保，也清楚这场选战才拄开始，拢强调会推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正线直接看来看台前的引单，也讲到这拜一美股走价，加上国安基金国技无要进场护盘，台股今仔日就开价走价，落尾收伫咧13950点，落389点。台股自从今年以来，这指数呢是对这关点落25%咯。不过根据上届新的消息，这国安基金伫今仔日召开临时会议，国技授权要进场护盘来稳定台股。半面规片青的青，台股表现疲弱，受到拜一美股大陆的影响。12台北股市是落104.9点开出了后，指数一路直落，盘中有落超过400点，搁创下波段的新低。是甲13928点，收盘大落389.91点，以13950.62点收盘。万是大关酒无调，也若富国新山台积电中场是到12块半，是甲449块半。国安基金开会，那这个宣布暂时不护盘。美国即将要公布6月份的 CPI， 这个有关于 FED 这个月底它调升利率的一个幅度以及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大家也担心这个电子产业的一个市况所以卖压的一个部分就提前在今天涌现出来。就伫台股持续起起落落的时阵，证交所上新的统计会当看到顶礼拜外资集中市场卖超新台票19亿400万，累计今年初到7月初8为止，外资已经卖超9549亿8200万。而且台股今年以来指数已经为高点一路落25%，嘛互济投资人士了袂少。台股累计为6月24至7月11，已经连续12天出现违约交割，金额有到10亿3600万。买卖小度了后的金额超过2000万。7月11号有达到0.2%，比率是比较高一点。券商在昨天有申报投资人违约的金额，买加卖的合计总数是金额7亿元。这一位单一的投资人，他主要是做当冲的交易，那因为当冲亏损无力支付这个交割款，所以发生违约。分析师表示，伫国安基金无入场的情形之下，未来台股就是等去到国际趋势。美股若是持续走低，外资恐惊会阁持续扩大卖超。那加上最近美金的指数创下新高，这嘛反映出市场对月底费的鹰派起利息压力大。
投资人操作都要较谨慎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咱台湾的少棒队表现效率真好，亲像台北市就福林国小的少棒队摕到代表权，被登到美国的威廉波特挑战 LLB 世界少棒冠军。国雄由中正国小所组成的代表队摕到小马联盟的亚杯级世界少棒锦标赛代表权。虽然欢喜要出国比赛，却出现无资金的情形，甚至有教练要去贷款装钱。虽然老板讲是有装到这资金。基层的教练也是希望讲，这代表国家去比赛选手，会是当受到国家的照顾，莫因为钱的问题直咧烦恼。第一日头卡拍表练习，这个由高雄市中正国小组的高雄市代表队摕到国家代表权，要参加美国德州举办的小马联盟亚杯级世界少棒比赛，却拄到经费无够的问题，要欠100万。球队总教练尤新平，莫因为去共募款互拒绝。有摆想要家己去贷款，加在台更乡应该补助，球队才有法度出国。他没有考虑到基层教练的辛苦，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补助经费也都大概都在20万而已啦。那你要去出国比赛一次都要200-300万的话，对我们是一个10年的经费，也不一定会足够啦。台北市福林国小嘛有同款的情形，球队摕到代表权，要过去美国威廉波特挑战 LLB 世界少棒冠军，嘛是要家己出钱，要靠市政府甲永信银行的支持才解决。原因是因为过去这类的比赛是由中华棒球协会选拔补助经费，不过为去年开始，改用县市的名义去比赛，都要由摕到代表权的学校家己来负担费用。地方财政困难或不足的呢？那其他县市代表队拿到这一个代表权，那怎么办？基层的教练希望中央提供专职单位的协助。高雄市立中正国小的校长吴宪明嘛认为讲，球队平常时依期运作，亲像买球棍啊、球衫、甲一份等等开销都袂少。若搁再负担出国比赛的费用，是强要吊顶。不过嘛会当体谅地方政府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形，恐惊会持续发生。屏东县好天就生存后来娘，民国106年就成立屏东县体育发展基金专户，甲机构甲个人管的钱欠伫这个口座内底。球队要出国比赛经费若是无够，会当提计划申请。若台南市表示，会透过每一年补助选手交通费甲住宿费，减轻学校的负担。若高雄是用专案处理，学校提出需求了后，透过专案申请提供补助，若无够的部分，则搁由市府请外界来赞助。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联合国第11有公布这2024全球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全世界的总人口数伫11月15会来到81人。这印度有机会超过中国，成做全世界人上介济国家。On 15 November 2022, the world will mark an important milestone as the global population surpasses 8 billion people. 8 billion people. What a number. The historic moment calls for celebration. 联合国选伫世界人口日公布新版的全球人口展望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甲印度的人口拢已经超过14亿。不过，中国最近出生率持续降低，一定上紧到2023年，印度会超过中国，成为人口上济的国家，是毋是会影响到两国的国力？值得后续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人口是呈现直线成长。过去70多年，全球人口增加到70亿，不过受到生育率降低影响。2020年，全球人口成长率头一遍比1%较低，这是1950年代以来成长上慢的时期。全球有61国，未来30年的人口成长率会减少到至少1个百分点，这是造成世界人口预测台出现向下修正的情况。The projected global population of 10.4 billion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s more than a half billion lower than what we projected 3 years ago. 报告也显示，一直到2050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成长数会集中伫非洲甲亚洲8个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索比亚、菲律宾等。联合国也提醒，全球人口成长不平均，安尼会互各国好业散车差愈侪，严重冲击民生医疗甲教育资源的分配。报告也指出，新冠疫情明显冲击过去2年的人口数据，全球平均寿命为2019年72.9岁降到剩71岁。
岁，人口成长变慢，这代表各国的高龄人口会相对增加。政府必须重视医疗甲长照社会福利政策的计划甲落实。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以南太平洋岛国为主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今年的大会伫咧斐济举行。去年就伫咧仰讲被退出的4个会员，吉里巴斯伫会议进前决定无要参加。马绍尔群岛也宣布要退出论坛。有会员认为讲，这个吉里巴斯的退出是中国伫背后塞人，不过中国说是无要接受这款的指控。伫斐济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峰会。各国来参加的总统、总理或者是外交部长，看落是拢笑笑啊。不过，大家心内唔知咧搭什么算盘。论坛原本有18个正式会员，加上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等10个观察员，美中等等19个对话同伴，咱台湾是唯一一个发展同伴。包括吉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甘诺鲁4国，去年都咧闹讲要退出论坛组织，来抗议因推荐秘书长的人选。无得到各国的认同，所以吉里巴斯伫今年决定不参加国峰会。马绍尔嘛伫国会正式通过退出组织。现任秘书长普纳伫致辞的时阵强调讲，要认真来面对的是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有气候变迁对太平洋岛国的威胁。These realities are complicated by a dynamic and shift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hat we have no option but to engage with. 不過，嘛有會員國的代表講，都是北京當局伫西岸部以論壇來加做對抗美國的戰場。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ug of war t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I think that the general theme of many of the interventions from the members is that the Pacific really needs to define their future themselves and the terms on which we will engage China, US, and some of the bigger Western countries. 針對部分國家的批評，北京強調講這是無影無跡的代誌，因若要安怎甲太平洋各島國來互動，中國會喺會議了後發表書面的聲明。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来看斯里蘭卡這個國家，因的總統甲總理因為國家破產，都已經辭職落台，即馬政局是無穩定，甚至風聲講這總統已經浪港啊，真有可能走到別個國家去。來講這啥人來做新總統呢？目前反對黨攏敲袂好勢，國會按算第20投票選出新總統。抗議民眾繼續佇總統府外口示威，大聲喊愛總統甲總理隨落台。經濟崩盤的斯里蘭卡拜六出現戲劇性的發展，佇民眾佔領總統甲總理的官舍了後，總理辦公室證實，總統要佇13宣布請辭。也過一名高階國防官員表示，總統拉賈帕克薩初九佇海軍護送之下逃離官舍。先佇一個海軍設施避難了後，這份記者往機場邊仔的空軍基地，當地媒體咧有伊這2天可能會流亡到杜拜。同意請辭的總理是禮拜一透過錄影表示，新政府成立進程，伊將會依法留任看守總理。ආණ්ඩුවක් වැඩ කරන්න ඕනේ නීතිය අනුව. ඒ වගේම අපි ව්‍යවස්ථාදායක අනුව ක්‍රියා කරන ව්‍යවස්ථාවෙන් පිට අපි ක්‍රියා කරන්නට යන්නේ නැහැ. 斯里蘭卡管制黨雖然同意成立聯合政府，也毋過目前對總統甲總理人選依然敲袂好勢。國會議長講，國會有計15重新開會，20投票選出新總統。在經濟困難、政治不安的情況之下，真正受苦的是老百姓。克倫坡的餐廳雖然照常營業，也毋過無假數，只會當改用茶火做簡單的料理。都親像登去到古早的年代。अब ये लकड़ी में बनाएगा, गैस नहीं है इधर से, गैस 15 दिन हो गया, आएगा बोले 1 दिन में नहीं आया。斯里蘭卡因為疫情，升等觀光甲外匯收入加上政府貪腐無能，實施化肥禁令，造成農業欠收，促使通膨惡化，造成目前欠真濟錢，人民真艱苦，需要向附近的中國甲印度尋。IMF 救援，頂個月這個島國的通膨來到54.6%，未來幾個月可能會升到70%。佇會當看到將來，人民就愛縮案擴大。聯合國呼籲斯里蘭卡各黨派透過對話和平，完成轉移政權，推出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案。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
英国保守党伫10月公布，会伫咧9月初5选出党魁，啥人是新党魁，就是新首相。目前有11个人要来争取，这票数有够进入到头一回合投票的是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也有无疫政及国务大臣莫丹特，加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负责筹办党魁选举的1922委员会执行委员11月下晡开会讨论选举规则。会后主席布雷迪甲媒体讲，为了赶伫7月2日国会暑期休会前结束国会内部的投票，报名听书的截止日期会定伫12月下晡6点。得到20个国会议员支持的参选人会当成为13第一轮投票的候选人，尾仔2轮投票采淘汰制。最后胜利的2个候选人会伫7月2日交由全党16万的党员投票决定，由谁来担任党魁，伊就是新任首长的人选。结果一定9月初5就会当知影。I would hope that we will do it relatively quickly. We will have the first 2 ballots this week, and then begin ballots next week, probably on Monday. And it may be that we reach the final 2 at that point. 目前为止，保守党内有11个人表明要选党魁，不过已经将压至少20个议员支持的敢若3个，分别是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贸易政策国务大臣摩丹特，也甲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过去2年疫情期间，无少一切代价救经济，互真侪人介意的印度的苏纳克，也是上互赌盘看好的人选。过来是摩丹特，上热门的政见是减税，差不多所有参选人拢承诺会大幅度减税，来应应高通货膨胀的危机，通互党数支持。No Conservative should offer unfunded tax cuts, and I think no Conservative should raise taxes either. What you need are smart tax cuts that will grow the economy. 特别下任的首相强森10月伫伦敦参观一间成分医学研究中心，互记者问起是毋是有互党内反背感觉。I don't want to say any more about all that. There's a contest underway, and that must happen. And I wouldn't want to damage anybody's chances by offering my support. I mean, he was pushed by all his MPs, but he was still hanging on. I don't know why, actually. It's shameful. It is. Europe is laughing at us, I'm sure. 镜报进前报道讲，强森会坚持留任到新党魁选出来，原因就是伊计划7月30日要伫首相伫契克斯的别庄举行盛大婚礼。唐宁街发言人伫问起相关问题时阵，讲强森有强烈的责任感，为了善尽伊对大众的义务，才会选择做到最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顶礼拜就火烧，这火势拖了真紧，已经烧掉930公顷的橡拿路，当地有超过500丛橡青年红杉，才有可能去烧掉。另外，伫澳洲这几天这天气是热翕翕，伫西班牙、葡萄牙这块所在也风出现42度的高温。伫法国也发生今年头一届伽马式的烧风警示。树林内底火正猛，乌烟冲到天边。美国加州有名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切切传出森林野火，消防人员伫树仔四界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互火势炭火时阵，这丛树仔会用受到保护。野火伫周末拖甲正紧，根据上新的统计数据，烧930公顷的林地，好佳在25派火势已经得到控制。And so far, we have not had any giant sequoias burn, which is wonderful. We've done a lot of preventative measures. We've done prescribed burning over the years. We've done a lot of the fuels treatment.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底有千年历史的杉木木，佮叫做火熊巨人，是世界上上古老的红杉。当局出动数百名消防人员佮几十只直升机抢救，目前也无清楚野火发生的原因。不过，南欧面临第2波热浪侵袭，西班牙甲葡萄牙气温升到40度，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破纪录42度的高温。民众是热甲挡袂牢，启动窗外电动车养种地，照护机构内底老大人水是一直站伫身躯边。There's going to be a heat plume effect that will make temperature levels rise to around 35 degre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France and 40 degrees in the south. We predict that temperatures will continue rising in the future. This phenomenon is likely to become more frequent due to climate change.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为大象冲水降温，乌猩猩是食冰凉的水果。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估算，因为热天日头实在有够大，加上北非暖风形成一种恐惊，还佫继续几日天。公司新闻邓慧婷报道。考大学的分科测验今日是到第2天，有14000个社会组考生考试。这届题目是真活灵，真侪社会案件还有现象拢出现伫咧考试题目内面。分科测验的成绩会伫7月27公布。互相结奖讨论要去倒位算，分科测验最后一科公民甲社会结束，考生行出考场真轻松。访问到考完的公民甲社会，未少考生反映时事题有够侪。考很多原住民跟妇女平权的那个议题，对吧？比较难一点啊。公民考试数题大爆发，俄乌战争、新冠疫情封城、台湾年初欠技能、跨国同婚合法化的生活情景，高中老师评析，议题发挥适合策动社会脉动。也毋过部分考题爱综合应用能力甲逻辑推理，中间偏难。模棱两可的选项比历史跟地理还要多。公民应该是最难写的。真侪高生讲公民无好写，前两科的历史甲地理颠倒写较顺，地理科同款大量时事例题。俄乌战争真糟吧，当人暗埋害，台积电到美国设厂等等。也毋过有考生感觉，不少题目一看就知影答案。指南针的这个北部那边比较好用，我觉得啦。就还有这个无风带，他就直接要你背无风带。他很强调，所谓学生不是单纯的去记忆学科知识，而是要跨测学科的整合。另外，历史科高中老师评析，无时事题、无跨科题出在活泼，就明代出版个人自己善恶功过的报册，记载妇女规范用的性别议题，108课纲强调的探究甲实作比例适合，规份考试单中庸偏简单。那学生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他不难从题干中去找出合适的证据，然后做出因果的推论。大考中心表示，分科测验是今年丙大学最后一摆入学考试，才会开放轻症，也是无症状的确诊考生伫独立的地区教学市场应试。分科测验结束，将伫7月27公布各假发成绩单，8月12公布大学分发录取名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一只飞弹护卫舰车在中岛出现伫咧花莲外海，国防部表示一切拢有伫咧掌握。另外，国造的畅水艦要新进电路已经完成较困难的6架长弹压力较一个庞大，而且鱼雷发射坑的开坑甲作业也拢已经完成了。有风声讲，明年9月就将请总统蔡英文来亲身主持落水典礼。国造舰艦赶进度头一只万向艦预算达到493亿，也毋过建造过程真破折。顶日爆出朝韩国争议，也毋过台船用行动破除要件，互舰艦国造慢慢进入稳定期。顶日完成难度较悬的6个船段压力较庞大，就连鱼雷发射坑的开坑甲加工作业，拢比规划时阵更加精准。即马就传出明年9月邀请总统蔡英文主持落水典礼，2025年对高副海军256舰队接受测评，确保全案顺利的遂行，也是国防部重点的工作。目前潜舰国造的工作由台船依照合约的规范来办理，那么整个计划也完全依照计划的节点来实施。另外，关键的鱼雷先进成立定红区准备，加上战斗系统，预计明年第1季高温来台会陆续安装，并9月完成专栏空壳多装作业。万向艦搭载验证电力，会当伫水面下将航100点钟甲缆固。即马的舰艦性能比，国造舰艦比建良期进步8至12年，作战能力真好，会当一摆配备18粒美国製的重型鱼雷，反制强军水面艦、水下舰艦。1枚鱼雷就可以击毁一艘水面舰，因为通常鱼雷击中的是水面舰龙骨，不管是钢板或是压力壳的建造我觉得
我们在此跟台船鼓励说，好，你就是尽量按照时程把这个船段做出来，然后出来测试、尝试、公示然后赶快交付海军。台海情势紧张，中国一架飞弹护卫舰找到中岛出现伫花莲港外海35海里，由南往北航行，因为离连接区海峡只有10海里。海军甲海巡署舰艇挖经监控，另外在下岛由美国驱逐舰经过南苏东南方45海里，国防部回应，运用情感警员专将压强滚动态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万安45号演习的结合着汉光演习，伫7月25到28分区施行，而且会伫咧台北、台中、台南选一个里，头一届试办停车并重疏开措施。这也表示讲，伫咧车顶的驾驶啦，抑个旅客拢爱落车去避难。另外，台北市政府伫今仔日进行年度灾害防救演习，可见着救灾团队的应变能力。消防警员出动分推车，顺利救出楼尾顶的旅客。针对受伤民众，现场启动大量伤患应变机制，调派医护人员互因治疗。台北市政府12展开111年灾害防救演习，考量疫情，锁定防疫旅馆演练火灾处理，佮安排防疫巴士后送检疫旅客。演习分组旱灾、辐射灾害，采取半预警方式实施，考验救灾团队应变处理能力。亲像放射性物质灾害抢救，也加旱灾所引起的欠水问题。台北市12行政区防灾公园会开设紧急储水站。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透过实际情景检验救灾流程是不是会使。面对各项灾害，还是要做系统性的演练这样才能够让台北市更安全。今年万安45号演习要结合汉光演习，采用预警方式，第25至28分区实施。民众唔乃收到飞弹空袭警报的简讯。特地做的是，这届为台北、台中、台南各选一个里，头一遍试办车停人就近疏散。警政署是讲，全国拢总有105000多位防空场所，纳入警政服务 App 多元管道提供查询。验证车艇仍疏散之避难作为，以符合战时的一个情况。未来将依今年的执行成效，逐年扩大办理。在手机的开启定位的环境之下，只要按下或者是点下网址，就能够自动定位，带出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但是月底要举行的汉光演习，这个主要是伫咧北台湾，模拟强军武装直升机、舰轰机攻击台北港，国军展开防空加守卫中央的演练，进行反登陆、反斩首作战。另外，海巡署600吨级巡航舰、成功舰已经进驻海军所有基地，有希望伫汉光演习期间挂载向日飞弹加入演练，验证平常时甲战争的时阵的转换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路边的停车格啊，若准你胡乱停，也是会接罚单哦。根据着法规上无爱罚到600块以上。敢若湘北地区今年1月到6月，无照规定乱使用这停车格啊，就13000多件，这人拢爱接罚单。无管地面的标示，敢若会当停脚踏车啊，现场抑个分别字，互人拖掉的分者。驾驶因为停伫遮叫人开单，申诉无效了后，提起行政诉讼，暗过去互法院判败诉。毋那脚踏车架袂使乱停，黄牌重型机车占用机车架、连接车甚至奥拓机停伫汽车架拢袂使。因为找不到车位，有可能姑且停一下这样，然后很快离开这样。我们比较不会去停那个上面已经有政府有写说是自行车的部分，到处都红线，有时候只是下来，比如说办个事，比如说那边 ATM 领个钱而已。不妨碍到别人，我觉得是还好啦。准公交车想要停入去子弹车架，同款停会入去。向向看单势甲汽车架无差，不过路边停车架乌白乱停会防开单。敢若新北市无分车种，无依照车种停。今年1月至6月超过1万件互人开单，虽然比去年同期件数有减少，不过也是有万外件。安尼台北市今年同期是有3300外件。自行车停放区或者卸货专用停车区，这一些其实地面上都有辅以标志，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要正确来使用这些停车位。虽然停车架真恶找，民众停车进前目睭嘛是爱配合金详细看，车架地面是不是有老标示，是不是有告示牌提醒？因为停唔到车位，会互人依照违反道交条例，罚至少600起跳，真正算袂好。记者综合报道。
国军病院屏东分院逼出医疗纠纷，有一个70多岁老大人，因为肺炎，伊的胸坎不人，结果把这胸坎切开，把这人排出来，想袂到这刀仔片竟然留伫咧体内摕袂出来，转去高雄中医了后，过2天才把这刀仔片摕出来。不过这老大人车接就来过身，家属认为讲这是病院的失误，无做好势，才害死老大人。伫徛在门口处理后事，对阿嬷突然往生家属实在真艰苦。屏东这位70多岁老大人，这个月初身体无爽快，送国军高雄总病院屏东分院急诊检查了后，发现有肺炎、胸腔不良等问题，初步进行引流手术，刀片刷下伫体内，赶紧转到高雄总院。2天了后，再出手术将刀片摕出来。初10病况恶化过身，死因是白血性休克甲甲病是坏死。前几天的状况都是良好的，因为他早上的时候还可以跟我们开心的视讯，不可能说你刀片掉进去，是不是就会加速他的感染的几率？比1箍银甲大小差不多的引流刀片，家属怀疑是造成阿嬷病情恶化凶手。院方否认引流刀有造成随危险，表示转到国军高雄总医了后手术顺利。接受治疗的时候，阿嬷都还可以清楚的用视讯跟女儿表达，她愿意接受胸腔镜的检查。我想这个刀片应该没有造成阿嬷立即性的生命的危险。家属这期院方医疗疏失，受去向民代投诉，屏东地检署甲卫生局协部也介入调查。目前已进入司法相验程序，后续将协助提供多元双向医疗争议调处机制。原本到院的时阵也好好的像人，手术3天了后就过身，互家属真歹接受，真毋望相关单位会当调查清楚，互这件医疗纠纷背后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食这个安眠药的人口就400万人，不少人是因为这生活无正常、情绪压力大，长期拢困袂好势。成功病院的困眠中心的医生表示讲，这2个月因为这武汉肺炎的病病，加上这大扫心脏皮肤彩，困无好来看医生的人就加了3项。鼻子这边前面会有2条，一条是侦测嘴巴呼吸，一条是侦测鼻子呼吸，所以才会很准确看出，他这段呼吸是停止的。对头到脚拢挂检查线，侦测人困的转暂时无喘气的频率。现代人生活无正常，情绪压力大，大脑疲劳，加上交感神经受到伤侪刺激，转困无好。医生表示，最近疫情有较累，回诊的人明显增加。不过这2个月因为捌得过新冠肺炎，转好无力，半暝会打扫、心脏皮肤彩、歹困的人来看病增加3成。普通来讲，阮会翕电光。看电光片有安那无？有讲另外就讲会抽血验一下，看讲伊有过敏无？抽血白血球也有关，阮就会治疗伊的肺炎。医生表示，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主要是抗风邪，会当改善过敏，困眠的品质也会当提升。不过，提起困眠障碍主要分做4种：歹困、困袂落眠、困起来转起来、熬眠梦。准若1礼拜发生3届，持续超过3个月，安尼就是长期失眠。包括伤早起床也算是失眠的一种。打个比方，如果说你今天本来是睡6小时，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睡4到5个小时，他就醒过来。他醒过来之后，他好像就也睡饱了，好像就睡不太着。长久下来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身体，包含心血管系统这些等等的问题，这样子。医生建议困的时阵，室内温度要控制在25度，减少光线刺激。要困之前，也要避免做伤过激烈的运动，莫食薰、啉酒。有长期失眠状况的人，就要经互医生看，较袂愈来愈无头神，大脑功能损害，也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记者阿敏真派文台北报道。顶礼拜，屏东凤港市大塞车引起民众埋怨。原来这条路目前正在执行并高公路正秋百里2点控计划。今仔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甲环保团体做伙召开记者会，讲这毋但是塞车的问题，是规个工程拢无详细规划，甲树仔错掉，搁再正新呢，安尼就要开6亿，呼吁公路总局就要暂停时间。
滨河公路往北的路段大塞车，这是顶礼拜出现的车流。歇热出来耍的人本地就多，民众嘛怨讲是当地时间害的。对于初一开始，公路总局的滨河公路种树百里2点控计划就动工，不过立委甲环保团体批评，规个计划先测树啊，再搁种树啊，112公里就爱开6.8亿，实在伤浪费。其实本来就长得非常的好，大量的挖除既有的灌木，而且是数十万棵的灌木挖掉，然后再重新种灌木，种树百里，真实的真相其实就是毁树百里啊！计划其实根本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路上都绿油油一片。那恒春人最想要的快速道路，政府不给，就把钱拿去浪费种在树上面。款团认为，这个工程无计划书、无生态评估，要求规个计划爱全面检讨。目前不好的植栽，灌木有老化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必须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汰除或者是一个修缮的哈，是以一个补植或是一个检讨为原则方式来执行的，并不是一个全面汰除的一个工作。结论就是暂缓施工，只是口头讨论，没有实际的这个种植计划，不能说行政院交办你们就硬要做。滨河公路种树百里，按算每年完工。公路总局表示，未来应会分段时间、假日就停工，避免造成塞车问题。记者邓亚文、赖伟做综合报道。新德县的豆仔埔溪若到大水期，就会发生鱼仔病毒，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县政府最近找专业团体加公民参与讨论，希望会当配合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来解决问题。大量的鱼仔病毒浮在水面，现场阁传出臭臭味。新德县豆仔埔溪只要天气热欠水，溪水游泳量无够。常常就出现这款状况，县政府除了举办说明会，也找来公民团体做伙讨论，要怎解决问题。其实这个水的状况一直是我们竹北乡亲啊跟民意代表一直都很重视的事情，循环再打回上游的这个部分。那希望这个功能也是可以确实来改善到这个水的这个段落这样。豆子补溪。两岸的这一个里民，包括14个里的里民，我们都有做过很多的这个公民参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办了很多次的工作坊，那我们也邀请了当地的里民代表，还有乡亲，大家来参与提供意见。豆仔埔溪全长11.4公里，未来按算分期分段整治，除了规划农业区，佮串联步道甲脚踏车的车道，希望向中央争取2亿的建设经费。那后续我们可能除了治理以外，水质的部分我们会针对整个水环境来做加强，包括灯光或者是清水步道等等。目前县政府已经完成工程报告，接下来就等中央补助，配合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按算要在2023年完成规划发包，解决这个长期造成居民困扰的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捌摕到4面奥运金牌的英国招标选手莫法拉，最近伫个纪录片内面咧公开家己的身世，讲家己9岁时阵对非洲去防备对英国去做囡仔工，12岁才有机会去读书，也因为伫咧学校碰到体育老师一个贵人，才来改变伊的规事啦。英国电竞的选手莫拉法，捌伫2012年伦敦奥运、甲2014年里约奥运，摕到5000公尺甲10000公尺招标的金牌，伫英国是介出名。伊嘛是英国头一个伫奥运世界摕到冠军的电竞选手。It's been amazing. It's been a long journey, but oh man, there's no really word to describe. It's every athlete's dream to become Olympic champion, but to become Olympic champion 4 times, it means so much, and it's incredible. 不过今年39岁莫法拉。最近决定伫纪录片内底，头一届公开伊真正的身份。伊是伫索马利亚出世的。英国伊捌讲，伊是缀因爸母移民去英国的。不过事实上，因爸母从到大毋捌去过英国。因老爸伫4岁时阵，就伫索马利亚内战的时阵过身。伊甲伊其他的兄弟姊妹啊，互送去索马利亚附近的国家吉布地，甲亲戚做伙咧生活。伊9岁时阵，有一个青婚的查某人，讲要带伊去欧洲，甲亲戚做伙住。结果煞利用假的名甲假的护照，甲伊拐去英国。因为伊自本的名是合作卡辛。
莫拉法讲，到英国了后，迄个查某人毋但甲迄张有亲情联络方式的文件毁掉，还佫强迫伊爱照顾囡仔，一直到12岁时阵才互伊去读册。迄段住伫个人兜的日子，医生在秘伫个疫情内底咧哭。敢若有去外口走来的时阵，伊心情才会较消透。后来，伊甲伊的遭遇，甲体育老师沃金森讲，老师替伊找到新的寄养的家庭，而且协助伊摕到英国公民的身份。莫拉法表示，后来伊才知影讲，有真侪人甲伊共款，去互非法带去卖，加在伫长途走表的方面展现伊的天分，才有法度有今仔日的成功。即马伊甲伊藏伫个心肝内真久的秘密讲出来，嘛希望当鼓励其他不幸的人拍拼找找家己无共款的人生。公司新闻陈慧斌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